我永遠記得16歲嗰年剩下嘅某一包啲資料叫到真係刺耳到暈，太陽毒辣辣咁將老家福斑駁嘅泥頭牆曬到冷眼，空氣入面成浸泥土同稻草夾雜嘅燥熱味。嗰度就係我人生噩夢嘅開端。嗰日明明一啲風都冇，但我嘅人生就喺嗰一刻被我親生父母狠狠咁撕到碎晒，跌入咗冇底嘅黑暗深淵。打後呢咁多年，每當我諗翻起嗰日嘅情景，成身都仲係會止唔住咁發冷打冷震。我叫林晚，喺我前15年嘅人生入面，我一直都活喺我細佬林強嘅黑影，倒喺嗰個閉塞落後、重男輕女思想根深蒂固嘅衰山村。我由出世嗰一刻開始，就注定係屋企多餘嘅人，係隨時可以被犧牲拿去交易嘅架步。我父母對牙個心從來都只有細佬一粒仔。我充其量只係屋企免配嘅勞動力，係日後可以賣錢幫細佬鋪路嘅籌碼。由細到大，所有嘅偏心同縱容，都係屬於細佬嘅所有嘅委屈、捱生捱死同責備。全部都係我啃晒。由我記事開始，屋企好食嘅新衫零用錢從來都輪唔到我。細佬挑食又驕縱，飯飯又不食，條菜又話唔掂，我父母就專登為佢煮蛋煎臘肉。而我長年累月就只能咬住鹹菜啃嗰啲又凍又硬嘅粗糧大餅。細佬調皮搗蛋闖咗禍，父母永遠都係笑口噬噬咁包容，轉過頭就會將所有怒火發洩晒喺我身上。喐啲就打就鬧。只係因為我係家姐就奉旨要無條件讓住細佬。我好早就學會咗洗衫煮飯、餵豬耕田，包攬晒屋企所有污糟邋遢粗重嘅功夫。每日天都未光就要起身做嘢，深宵達旦先可以收工。但就算係咁，我換翻嚟嘅從來都唔係一句讚賞，而係無休止嘅挑剔同指責。佢哋成日掛喺口邊嘅話就係：女仔，人家讀咁多書做乜？遲早都係人哋家嫂，不如早啲做嘢，早啲嫁人，幫屋企賺翻筆彩禮，幫襯下你細佬好過啦。我由細到大都分外珍惜讀書嘅機會，哪怕每日做完大把粗重農活先可以挑燈夜讀，哪怕作業本係執人哋舊嘅鉛筆短到拿都拿不穩，我都從來冇放棄過。我心入面藏住一個好卑微但又好堅定嘅夢想。我要好好讀書，考上大學，行出呢座困死我嘅大山逃離呢個從來冇俾過我一絲溫暖嘅家，靠自己一雙手活出屬於自己嘅人生。初中3年，我嘅成績始終穩居全級前茅，係老師眼中有規有矩，最刻苦嘅學生，亦係村裏面數一數二，考得到重點高中嘅細路，攞到重點高中錄取通知書。嗰日我拿住張薄薄嘅紅紙，興奮到成晚瞓唔着。我以為我嘅人生終於有咗轉機，以為只要我夠努力就可以擺脫命中注定嘅宿命，但我千算萬算都算唔到，嗰張載滿我所有期待嘅通知書，喺我父母眼中，根本連細佬一樁婚事嘅一根毛都比不上我。16歲嗰年，細佬20歲，到咗村入面談婚論嫁嘅年齡，喺我哋嗰個咁偏僻嘅山村，娶老婆嘅彩禮貴到嚇死人。普通人家根本就孭唔起，我父母四圍問人借錢，借到周圍撞板，成日愁眉苦臉，最後竟然將毀主意打到我身上。隔離村有個50多歲嘅老光棍，名叫張老實，長年一個人住，性格孤僻怪癖，家底都算過得去，只係一世人都娶唔到老婆，生唔到仔，唔知係邊個做中間人穿針引線。我父母偷偷地同張老實搭上咗關係。對方願意拎3萬蚊彩禮出嚟，唯一嘅要求就係要娶我過門。3萬蚊喺10幾年之前嘅窮山村，絕對唔係一筆小數目，啱啱好夠幫我細佬湊齊彩禮，起間分房就咁樣。我嘅一生，我嘅未來，我嘅夢想，我成個人生被我親生父母明碼實價賣咗去換我細佬嘅婚姻同前程。佢哋由頭到尾都冇問過我意願，冇一絲猶豫，更冇半分唔捨得。喺佢哋眼中，我根本就係為咗細佬而生嘅犧牲品。嗰段日子，父母突然間對我好到出奇，唔再對我打打鬧鬧，得閒仲會虛情假意咁關心下我嘅起居飲食。天真嘅我一度以為，或者係因為我大個女啦，又或者係父母終於開竅，願意接納我、痛愛我啦。我心入面暗自慶幸，甚至暗暗盤算住高中嘅學費同生活費，滿心期待開學嘅日子。而家諗翻轉頭，
嗰啲溫柔全部都係精心偽裝嘅陷阱，係狂風暴雨前虛假嘅平靜。佢哋只係等緊一個啱嘅時機，不動聲色咁將我推落深淵。嗰日中午，我老母特登整咗碗雞蛋麵，還餓咗2個圓碌碌嘅荷包蛋。呢個係我由細到大極少有嘅待遇。佢笑口吟吟咁將碗麵端到我面前，語氣溫柔到不得了。晚晚，你最近做嘢辛苦，好好補下身體啦。你細佬們親事有落腳啦，我哋屋企以後就可以安穩過日子咯。我完全冇防備，長年缺愛，極度渴望親情嘅我，根本諗都諗唔到。最親嘅人竟然會對我痛下毒手。我捧起碗，大口大口咁食晒嗰碗暗藏毒藥嘅麵。過得冇幾分鐘，一陣強烈嘅暈眩感瞬間侵襲全身，成個頭昏昏沉沉發脹，眼皮重到根本撐唔起，四肢酸軟無力，意識一點一點咁模糊消散，最後徹底陷入一片黑暗。喺失去意識嘅最後一刻，我隱隱約約聽到我父母喺度細聲密謀，字字冰冷，將我所有嘅期待同真心刺到粉碎。藥力發作啦，快手啲將人送過去，咪耽誤正事。3萬蚊彩禮一分都唔可以少，話晒都係親生女，多多少少都有啲唔忍心。但為咗強子們親事，冇辦法啦，唯有委屈下佢女仔人家，終歸都要嫁人噶啦，嫁俾邊個都係嫁，仲可以幫屋企換翻筆錢，滑酸到絕。原來所有嘅溫柔都係假象，所有嘅體諒都係算計。佢哋為了穩穩陣陣攞到筆彩禮，驚我死過翻生，搞獲細佬們親事，竟然狠心到去買安眠藥，親手迷暈自己16歲嘅親生女，將我好似一件冇生命、冇尊嚴嘅貨品一樣，轉手賣起了一個年紀大到可以做我老豆嘅老光棍。當我再次醒翻嘅時候，四周黑麻麻一片，一陣潮濕嘅黃泥錘，塵埃味夾雜住陣陣陳舊嘅煙火味，撲面而嚟，嗆到人胸口發悶。我瞓喺一張爛溶硬邦邦嘅木板床上面，張被又污糟又濕立，沾滿晒不知名嘅污漬，成身酸痛無力，個頭依然昏昏沉沉刺，痛得厲害。我掙扎着擘大對眼睇清楚呢個完全陌生嘅環境。呢度係一間矮細又陰暗嘅爛泥房，幅牆斑駁，踎落隻窗連塊玻璃都冇，只係用啲爛膠布遮住，光線昏暗到壓抑到雲間房入面嘅擺設簡陋到極，只有一張爛床，一張掉晒漆嘅木台，同埋2張歪歪斜斜嘅凳，度度都透住荒涼破敗。仲未等我反應過嚟，一個成面巢皮、皮膚黑黝黝又粗糙嘅男人推門入咗嚟。佢頭髮花白亂糟糟，身子彎陀陀，眼神渾濁又油膩，對眼死死咁盯實我，帶着完全唔掩飾嘅貪婪同猥瑣。佢就係張老實嗰個買咗我嘅老光棍。我瞬間成身毛管掻，一股極度嘅恐懼席捲全身。16歲嘅我清潔懵懂，對未知嘅恐懼，對眼前呢個陌生人嘅厭惡，對被至親出賣嘅絕望，瞬間將我壓垮。我猛地喺床度彈咗起身，拼命向後縮，蜷縮喺牆角，把聲顫抖咁質問佢：你係邊個？點解我會喺度？我阿爸阿媽呢？我要翻屋企。張老實望住我驚恐無助嘅樣，咧開個嘴，露出一口黃牙，笑到面目猙獰，語氣粗啲，又直接翻屋企。你阿爸阿媽一早將你賣咗俾我啦，收咗我3萬蚊彩禮，由今時今日開始，你就係我老婆，呢一世都要留喺我身邊侍候。我去邊度都去唔到，賣咗我短短3個字，好似一把浸過冰嘅尖刀，狠狠咁扎進我個心度，瞬間刺穿了我所有嘅僥倖。我成身冰冷啲血，好似一瞬間凝固晒，眼淚不受控制咁瘋狂湧出，喉嚨哽咽發痛，連呼吸都越嚟越艱難。我唔敢相信，我盡心盡力孝順、任勞任怨侍候了10幾年嘅親生父母，為了3萬蚊，為了細佬嘅婚事，竟然真係毫不猶豫賣掉我。我係佢哋懷胎10月辛苦生落嚟嘅親生女兒，唔係可以隨隨便便買賣標價交易嘅貨物。但喺佢哋重男輕女嘅偏執心入面，我嘅尊嚴、我嘅未來、我嘅人生，全部都一文不值，遠遠比不上細佬嘅一樁婚事、一筆彩禮。巨大嘅絕望同恨意將我成個包圍，我唔甘心，我拼命搖頭，大聲嘶吼咁否認，一邊又一邊話俾自己聽，呢個唔係真嘅。我想衝出去找父母問個明白，想質問佢哋點解可以咁狠心，點解可以咁不公。但張老實一早鎖死咗道房門，厚重嘅木門紋絲不動。
我所有嘅掙扎都只係徒勞無功。佢見我喊苦喊忽，反抗得咁厲害，塊臉瞬間沉了落嚟，溫柔嘅假象徹底撕碎，露出了兇狠蠻橫嘅真面目。佢抬手就狠狠一巴掌扇過嚟，力度大到直接將我掀倒喺床度，塊面瞬間火辣辣咁痛，耳鳴不止，嘴角一瞬間滲出血絲，咪同我不知好歹。張老實惡狠狠咁瞪住我，語氣兇狠暴戾：你阿爸阿媽心甘情願將你賣俾我，收咗我嘅錢，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。你呢一世都係我嘅人，乖乖地聽話侍候我就對你大方，點敢鬧敢走，我就打死你。山裏偏僻到鬼影都冇一隻，你就算走得出房門都認唔到路，只會被山裏嘅野獸叼走。嗰一巴掌徹底打醒咗我，亦徹底打碎啦我對原生家庭最後一絲幻想。我終於徹底明白，我一啲退路都冇，一啲依靠都冇。我嘅親生父母一早已經徹底拋棄啦我，將我推入了萬丈深淵，留喺呢個陌生又恐怖嘅地方，等緊我嘅只會是無盡嘅折磨同屈辱。我16歲嘅人生絕對唔可以就咁荒廢，絕對唔可以一輩子困喺呢度，葬送喺一個陌生老光棍嘅手上。由嗰一刻開始，我心入面只剩下一個念頭，逃，拼盡全力都要逃出去，活下去，好好活下去。我強迫自己忍住眼淚，壓下心底所有嘅恐懼同絕望，唔再哭鬧反抗。我知道夾硬嚟只會換嚟更殘酷嘅毆打同折磨，我只能忍忍示弱，等唯一一個逃生嘅機會。接落嚟嘅2日，我裝作被打怕、被馴服嘅樣，乖乖地聽話，唔再嘈住要返屋企，亦唔再刻意反抗。張老實見我安分落嚟，漸漸放鬆你警惕，唔再時時刻刻鎖住道房門，亦唔再寸步不離咁盯住我。佢以為一個16歲嘅小姑娘孤身一人，身處偏僻深山，無依無靠，根本就冇走佬嘅膽量同能力，只能乖乖認命。我默默觀察住周圍嘅環境，呢度地處深山，人煙稀少，距離村落好遠，山路崎嶇難行，雜草叢生，滿地都係荊棘，一旦行錯路，好容易迷路被困，甚至遭遇危險。但我冇一絲退縮，只要有一絲逃走嘅期待，我就絕對唔會放棄。我悄悄記下每日日出日落嘅方向，默默記住山路嘅分岔路口，趁住每日出門餵雞掃地嘅空隙，偷偷觀察周邊嘅地形，悄悄摸索逃生嘅路線。我日頭專登扮到溫順安穩，夜晚瞓喺床度忍住成身嘅酸痛同心底嘅劇痛，一遍又一遍復盤逃跑嘅路線，喺恐懼同煎熬中成晚瞓唔着，成個心都係對自由嘅渴望。第3日清晨，天色啱啱蒙蒙亮，山裏面嘅霧氣好大，睇嘢好模糊，呢個係最好嘅逃跑時機。張老實凌晨好早就出門上山做嘢，臨走前只係隨口叮囑我安分留喺度，冇鎖門，亦冇一絲防備。我把握住呢個千載難逢嘅機會，個心狂跳不止，手心全係冷汗。我唔敢耽誤1秒鐘，立刻起身換上一套最輕便嘅衫，乜嘢行李都冇帶，輕手輕腳推開房門，拼盡全力朝着山下嘅大路狂奔而去。山間嘅露水浸濕了我嘅褲腳，路邊嘅荊棘密密麻麻，狠狠劃穿了自己小腿同手臂，尖銳嘅刺扎入皮膚，密密麻麻嘅刺痛席捲全身，鮮血順着傷口不斷滲出，浸濕了衣衫。山路崎嶇泥濘，我一次又一次摔倒，又一次又一次咬緊牙關爬翻起身，膝頭哥磕到青青紫紫，皮開肉綻，手掌磨出密密麻麻嘅血泡。我完全顧唔上咁多，心中只有一個念頭，跑得越遠越好，絕對唔可以被捉回去。身後時不時傳嚟張老實氣急敗壞嘅嘶吼聲、追趕嘅腳步聲，仲有村入面幫手圍堵嘅村民嘅叫喊聲。恐懼緊緊捏住我個心，我唔敢擰頭，唔敢停步，拼盡16歲所有嘅力氣，向着有光亮嘅遠方拼命狂奔。我唔知自己跑了多久，跑了多遠，由清晨跑到正午，霧氣散盡，烈日高懸，兩隻腳一早已經麻木僵硬，喉嚨乾到就嚟冒煙，胸口劇烈起伏，痛到幾乎窒息，直到徹底聽唔到身後追趕嘅聲，睇唔到深山嘅輪廓，我先敢慢慢停下腳步，攤坐在生疏嘅路邊，成身脫力，狼狽不堪，成身嘅傷口火辣辣咁痛，汗水混雜着血水，淚水不斷流落。我望着呢個陌生嘅天地，想到被最親嘅人出賣嘅絕望，想到呢幾日地獄般嘅遭遇，
終於忍唔住放聲大哭。嗰一刻嘅無助同絕望，我呢一世都無法忘記。天地咁大，我卻無家可歸。曾經最親嘅人變成了傷害我最深嘅魔鬼。我一路輾轉漂泊，唔敢返去那個一早已經將我賣掉嘅家，唔敢聯絡父母，只能一路乞食，一路趕路，漫無目的地向前行。餓啦就咬路邊嘅野果，好心人施捨嘅剩飯，渴啦就飲路邊嘅溪水。夜晚就蜷縮在條街嘅角落橋底下面過夜，一路上受盡冷眼同恰受盡風霜苦楚，身心俱疲，好多次都瀕臨絕境，但我始終咬緊牙關，堅持住我話俾自己聽，我一定要活下去，一定要好好讀書，活出個人樣，絕對唔向命運低頭，絕對唔俾傷害我嘅人得逞。就喺我走投無路，幾乎撐唔住嘅時候，我遇到了我二姨。二姨係我阿媽嘅親姨姐，亦係呢個冰冷嘅家族裏面唯一一個真心對我好嘅人。佢得知我嘅遭遇之後，心疼到眼淚流個不停，一把抱住狼狽不堪、成身傷痕嘅我，哽咽到連一句完整嘅話都講唔出。佢望着我成身嘅傷口憔悴嘅樣，望着我眼入面未散盡嘅恐懼，成心都係愧疚同心疼。當即下定決心，一定要護我周全，供我讀書，等我重新擁有活下去嘅希望。二姨嘅家境並唔富裕，姨丈長年在外地打工，屋企只有幾畝薄田，仲要供養自己嘅細路，日子過得好樸素，好守緊。但就算係咁，佢從未有過半分猶豫，毅然收留了無家可歸嘅我，將我當成親生女一樣痛愛呵護。佢帶我返屋企，幫我沖涼換衫，幫我整熱騰騰嘅飯菜，細心幫我處理身上大大小小嘅傷口，溫柔咁安撫我受驚嘅情緒。佢同我講：晚晚咪驚，以後有二姨喺度，冇人再敢恰你，你好好讀書。二姨就算砸鍋賣鐵都供你上學，等你想辦法走出大山，改變命運。嗰是我16年嘅人生入面第一次感受到真正嘅親情同溫暖，冇責備，冇算計，冇利用，只有純粹嘅痛愛同包容。喺二姨嘅悉心照料下，我漸漸行出了被至親出賣嘅陰影，慢慢撫平了心底嘅創傷，眼入面重新有了光芒同希望。我分外珍惜呢個得嚟唔易嘅機會，更加刻苦努力咁讀書學習，一啲都唔敢怠慢。我知我而家擁有嘅一切，全部都係二姨捱生捱死換翻嚟嘅。我唯有拼命努力，先可以報答二姨嘅恩情，先至唔會辜負佢對尊我嘅期望。打後呢咁多年，二姨用佢單薄嘅膊頭，幫我頂住咗一片安穩嘅天。為了供我讀書，佢慳吃儉用，省吃縮用，將所有最好嘅嘢都留晒俾我。人哋屋企嘅細路有新衫、新文具、零用錢，佢哪怕自己幾咁節儉，捨唔得食、捨唔得着，都會盡力滿足我學習上嘅要求，從來都唔會委屈我。半分農忙嘅時候，佢日以繼夜咁耕田做嘢，攰到條腰又酸又痛，成身散晒，都從來唔會耽誤我嘅學業，唔使我分擔咁多農活。每當我熬夜溫書，佢總會默默咁同我熱定飯菜，斟定暖水。每當我考得唔好，心情低落，佢總會溫柔咁開導我，鼓勵我。每當我諗翻起以前嘅傷痛，暗自難過，佢總會好耐心地安撫我，同我講以前受過嘅苦都會變成日後長大嘅本錢。高中3年，我朝5晚9埋頭苦讀，將所有嘅委屈、唔甘心同感恩全部化作讀書嘅動力。功夫不負有心人，我最終以優異嘅成績考入咗省外嘅重點大學，徹底行出咗困死我大半生嘅大山。攞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嗰一刻，我第一時間衝到二姨身邊，攬住佢，喊到收唔到聲。呢張通知書係我對以前那些苦難嘅告別，亦係我對二姨多年養育之恩最好嘅回報。大學4年，我依然勤力刻苦，放學時間就去兼職打工賺生活費，減輕二姨嘅負擔，認真學好專業知識，不斷提升自己，一點一點咁改寫自己嘅命運。大學畢業之後，我憑住紮實嘅專業能力，順順利利揾到一份體面又穩定嘅工作，留咗喺大城市打拼。我努力揾錢，慳吃儉用，將絕大部分嘅人工斬埋，好好孝敬二姨，幫襯二姨屋企嘅生活。我幫二姨買新衫，買營養品，帶佢去體檢，去旅行，彌補翻佢咁多年嘅辛苦付出，盡我所能報答佢嘅養育之恩。喺我心入面，二姨至係我真正嘅親人，係我呢一世唯一嘅救贖同靠山。
係佢俾咗第一次生命我，俾咗個光明嘅未來我。而我嘅親生父母一早喺16歲嗰年嘅夏天徹底死咗喺我個心底打後，各行各路，再無瓜葛。我本以為我嘅人生一早已經同原生家庭徹底割裂，下半生只會安穩順遂，陪住二姨安安穩穩過日子，絕對唔會再同嗰對冷血自私嘅父母有任何牽扯。但我千算萬算都算唔到，隔咗咁多年平靜嘅日子，始終都係被佢哋夾硬打破。喺我事業步步高升，生活開始穩定嘅時候，咁多年對我不管不顧，從來冇盡過一絲父母責任嘅親生父母，竟然主動揾上門。呢個時候嘅細佬一早已經靠住賣咗我換翻嚟嘅彩禮，順順利利娶老婆生仔。但他生性懶散，好逸惡勞，不肯踏踏實實做嘢養家，日子過到一鑊泡。成日游手好閒，大腳八過日子，好早就將屋企嘅積蓄敗光，仲欠落一籮外債。我父母年紀大，身體差，漸漸冇咗勞動能力，斷咗經濟來源，望住個仔落魄拮據嘅生活。再睇下隔籬鄰舍嗰啲仔女幾咁孝順養老，佢哋竟然薄情寡義，都諗起我呢個被佢哋親手賣掉、徹底拋棄嘅女。佢哋四圍打聽，費盡心思揾到我做嘢嘅城市，仲去到我公司樓下塞。我咁多年冇見佢哋，一早就已經老態龍鍾，憔悴到暈頭髮花白，成面巢皮冇咗當初嗰種強勢刻薄，反而多咗幾分專登扮出嚟嘅蒼老同可憐。一見到我，佢哋即刻衝上嚟拉住我隻手，一把鼻涕一把淚咁哭訴，講自己咁多年幾咁唔容易，老咗幾慘，字裏行間全都是老馮嘅索取。晚晚你而家出息啦，喺大城市做嘢揾錢，日子過得咁好，可不能忘留我們嘅養育之恩㗎。我老母拉住我隻手，語氣虛偽到刻意，眼神入面滿是算計。我哋辛辛苦苦將你生落嚟，養大成人，冇功都有勞啦。而家我哋老啦，做唔動嘢啦。你細佬日子又艱難，你作為女，理應要孝敬我哋，幫襯下屋企。我老豆亦喺一旁附和，語氣強硬又老諷。你而家有錢有本事啦，唔可以咁自私。我哋養你一場，你就得同我哋養老。以後每個月一定要打贍養費俾我哋，仲要幫襯下你細佬，幫佢還債、養家糊口。望住佢哋虛偽貪婪嘅嘴臉，聽住佢哋理所當然索取，我心底積壓你咁多年嘅恨意同委屈，一瞬間翻江倒海咁湧上嚟，成身冰冷，個胃一陣翻騰，惡心到嘔。我大力揈開佢哋隻手，語氣冰冷決絕，一點溫度都冇。我由細到大，你哋幾時有養過？我由細到大，我食嘅、着嘅、用嘅，全部都係我自己做嘢換翻嚟嘅。你哋對眼只有細佬，從來冇痛過我半分。16歲嗰年，你哋為咗幫細佬換彩禮，迷暈我、賣掉我嘅時候，點解冇諗過我係你哋個女？點解冇諗過養育之恩呢？咁多年，你哋對我不管不問，徹底拋棄。而家我靠自己打拼出少少成績，你哋就想行嚟索取，憑咩啊？我嘅質問。等兩個人一瞬間啞口無言，塊臉上面嘅虛偽同可憐一瞬間褪晒，取而代之嘅係惱羞成怒嘅兇狠。佢哋見軟嘅唔得，即刻換一副強硬嘅態度，喺人來人往嘅公司樓下大吵大鬧，肆意顛倒黑白，污衊我唔孝順、忘恩負義、冷血無情，控訴我發達之後就拋棄親生父母，唔認親人。佢哋喺度撒潑打滾、胡攪蠻纏，引嚟大批路人圍觀議論，企圖用輿論道德綁架我，逼我妥協退讓，乖乖俾錢供養佢哋同細佬。我一早就睇透咗佢哋自私冷血嘅本性，咁多年嘅苦難一早已經磨平咗我對佢哋最後一絲情誼。面對佢哋嘅撒潑胡鬧，我始終寸步不讓冷漠。面對我清清楚楚話俾佢哋知，我從來冇得到過佢哋嘅撫養同痛愛，自然冇義務為佢哋嘅自私同偏心埋單，更加唔會幫襯懶過蛇嘅細佬。見我態度硬朗，死都唔肯妥協，兩個人徹底氣急敗壞，放低狠話，揚言一定要等我付出代價，等我乖乖生吞。我本以為呢個只係佢哋一時嘅氣話，估唔到佢哋真係做得出。冇過一排，我就收到法院嘅傳票，我嘅親生父母竟然一紙訴狀將我告上法庭，以我未盡贍養義務為理由，向我索要高額贍養費，細數所謂嘅養育付出，要求我每個月支付幾千蚊贍養費。
仲要一次過補償佢哋咁多年嘅養育費用，金額高達幾十萬。收到傳票嗰一刻，我只覺得荒謬又心寒。呢個世界竟然有咁涼薄自私嘅父母，親手賣掉親生女，拋棄個女10幾20年，從來冇盡過一絲撫養教育關愛嘅責任，眼睜睜望住我顛沛流離，受盡磨難。而家見我生活安穩，有少少成就，就即刻上門索取回報，索要贍養費，企圖榨乾我所有嘅努力成果，去補貼佢哋溺愛嘅敗家仔嗰段日子。呢件事幫我嘅工作同生活帶嚟咗極之大嘅困擾，身邊嘅同事朋友議論紛紛，無數嘅壓力同非議撲面而來，搞到我疲憊不堪，心力交瘁。二姨得知呢件事之後，冇一絲猶豫，第一時間趕到我身邊，堅定不移咁企喺我身後，做我最堅實嘅後盾。佢溫柔咁安撫我嘅情緒，同我講唔使驚，公道自在人心，佢一定會幫我討回公道，絕對唔會等我白白受委屈。為咗幫我打官司，二姨四圍奔波，周圍搜集證據，行訪當年嘅鄰居村民，揾當年知曉真相嘅證人，一點一點整理出所有能夠證明事實嘅材料。佢不辭勞苦，日夜奔波，只求幫我洗刷污名，揭穿我父母自私冷血嘅真面目，幫我打贏呢場荒唐嘅官司。開庭係嗰日，法庭莊嚴肅穆，氣氛壓抑到凝重。我嘅親生父母好早就去到現場，衫褲鞋襪整整齊齊，神色囂張，一副贏定咗嘅樣。佢哋喺法庭上面喊到凄凄慘慘，顛倒黑白，刻意美化自己嘅所作所為，將自己塑造成含辛茹苦養大個女，佢被個女無情拋棄嘅可憐父母細數自己咁多年嘅養育辛勞，控訴我唔孝不義，忘恩負義，字字句句都在道德綁架，企圖博取法官嘅同情，等我孭起巨額贍養費。圍觀嘅眾人一開始唔知真相，望住佢哋蒼老可憐嘅樣，紛紛低聲議論，言語之間滿是對我嘅指責同嘆息，覺得我太過冷血唔孝順。發達之後就拋棄親生父母，面對眾人嘅非議同父母嘅污衊，我始終保持冷靜鎮定，個心底一早已經毫無波瀾，只剩下無盡嘅悲涼。咁多年嘅委屈苦難煎熬，一早已經等我睇透了人性嘅自私同涼薄。就在法官準備詢問細節，進行庭審判決嘅時候，二姨緩緩企起身，主動向法官示意發言。佢手上拿住厚厚一沓證據材料，神情堅定，從容不迫，一啲慌亂都冇。佢首先向法庭交出了多位村民嘅證人證言書面證詞，仲有當年村裏面知情老人家嘅簽字證明，清清楚楚還原了我從小到大嘅成長經歷，揭露了我父母多年重男輕女、苛待虐待我嘅事實。緊接住二姨一字一句，條理清晰地陳述出當年嘅全部真相，語氣平靜，但字字鏗鏘，極具力量。法官大人世人都話父母之恩重如山，但呢對夫妻從來冇對個女盡過一絲為人父母嘅責任。林晚從小到大喺屋企，好似免配勞工咁，受盡責備打罵，從來冇得到過半分痛愛同善待。16歲正是求學讀書天真爛漫嘅年紀，佢哋卻因為個仔彩禮唔夠，狠心去買藥迷暈親生女，以3萬蚊嘅價錢將未成年嘅女賣俾50多歲嘅老光棍換錢。呢番話一出，成個法庭一瞬間一片嘩然，所有人都係滿面震驚，難以置信地望向原告。直上我嘅父母原本低聲指責我嘅圍觀群眾，一瞬間收晒聲，神色大變，望向我父母嘅眼神入面充滿了震驚、鄙視同憤怒。原本喺度哭訴賣慘嘅父母，塊臉瞬間白晒，成身僵硬，眼神慌亂，再都冇啦之前嗰種囂張跋扈，兩隻手死死拉住三角，成身止唔住咁打冷震。二姨冇一絲停頓，繼續拿出關鍵性嘅證據，層層遞進，徹底拆穿佢哋嘅大話。佢拿出當年買家張老實嘅證人筆錄，當年嘅交易人證，沿村裏面老人嘅佐證，仲有我當年逃走之後身上留低嘅傷痕相片、睇醫生記錄，以及咁多年佢撫養我、供我讀書嘅所有憑證，包括學費單據、生活費支出、日常開銷記錄，一筆一筆清清楚楚，鐵證如山，冇得駁。16歲嘅未成年少女被親生父母落藥拐賣，只係為咗幫個仔換彩禮，呢個已經唔係簡單嘅偏心同冷漠，而是涉嫌拐賣婦女嘅違法行為。二姨目光堅定，直視着法官，語氣鏗鏘有力，
自從林晚被賣掉僥倖逃出嚟之後，呢對夫妻10幾年間從來冇揾過個女，從來冇過問過個女嘅死活，從來冇俾過個女1分錢撫養費1分錢關愛。喺林晚流離失所、四圍漂泊、受盡磨難嘅日子入面，係我傾盡所有，慳吃儉用供佢讀書，養佢成人，係我陪佢熬過所有苦難，幫佢行出陰影，改寫命運。根據法律規定，父母對子女有撫養教育嘅義務，子女對父母嘅贍養義務係建立在父母盡過撫養義務嘅基礎之上。呢對夫妻不僅沒盡絲毫撫養義務，反而親手傷害拋棄親生女，以出賣個女嘅方式換取私利，一早已經徹底割裂你親子之間嘅權利義務。而家見個女學有所成，生活安穩，就上門索取回報，索要贍養費，妄想坐享其成，不勞而獲，去補貼溺愛成性嘅衰仔，咁樣自私涼薄、顛倒黑白嘅行為，於情不合、於理不通、於法無據而依嘅一番話，有理有據，情理兼備，字字句句都戳穿連我父母虛偽嘅面具，揭露了佢哋冷血自私嘅本質。鐵證如山之下，所有嘅大話同污衊都不攻自破，再都冇辦法遮掩。原本囂張跋扈、賣慘薄同情嘅父母，呢一刻徹底面無血色，成身發抖，再都抬唔起頭，塊臉上面滿是羞愧、恐慌同悔恨。佢哋望住二姨手上密密麻麻無從反駁嘅證據，望住周圍眾人鄙視憤怒嘅目光，徹底慌晒手腳，再都維持唔到可憐委屈嘅假象。在確鑿嘅證據同清晰嘅事實面前，法庭嘅判決一早已經呼之欲出。法官當庭清清楚楚闡述判決依據，明確指出我父母多年沒盡撫養義務，並且存在出賣未成年子女嘅惡劣行為，嚴重違背倫理道德同法律規定，無權索要贍養費用。最終依法駁回了佢哋嘅全部訴訟請求。勝訴嗰一刻，壓喺我心頭咁多年嘅大石，終於轟然落地，積攢了咁多年嘅委屈同唔甘心，徹底消散咁多年嘅隱忍、煎熬、苦難。終於得到了公正嘅回應，所有嘅污衊同非議終於得以澄清，我終於徹底擺脫了原生家庭嘅枷鎖，徹底同以前嘅苦難和解。判決結果出嚟嘅瞬間，我父母徹底崩潰啦。佢哋點都估唔到自己顛倒黑白，索要贍養費嘅一出鬧劇，最終會落得當眾面目全非、徹底敗訴嘅下場。不僅沒能拿到1分錢，反而當眾暴露自己拐賣個女。自私涼薄嘅醜惡嘴臉，淪為全場所有人唾棄嘅對象。恐懼、羞愧、悔恨、絕望一瞬間侵襲了佢哋，佢哋再都撐唔住強硬嘅姿態，兩隻腳一軟，撲通一聲重重跪倒喺法庭中央，兩個人淚流滿面，狼狽不堪，對着我同二姨不停咁磕頭求饒，把聲沙啞顫抖，滿是惶恐同悔恨。我哋錯啦，我哋真係知錯啦，是我哋鬼迷心竅、自私糊塗。對唔住晚晚，對唔住二妹，求你哋原諒我哋，求法官原諒我哋再都唔敢啦。我老母趴喺地上，喊到成身抽搐，一遍又一遍懺悔自己當年嘅過錯，哭訴自己嘅愚蠢同偏心。當年是我哋糊塗重男輕女觀念害死我哋，為了個仔一時糊塗賣咗你。呢咁多年，我哋亦一直活在愧疚入面。我哋不該咁偏心，不該拋棄你，傷害你。更加不該厚顏無恥嚟告你索要贍養費，求你原諒我哋，咪同我哋計較啦。我老豆亦滿面通紅，羞愧難當，不停咁磕頭認錯，姿態卑微到極點，再都冇了往日嗰種強勢霸道、理所當然索取嘅樣。佢哋喺眾人鄙視嘲諷嘅目光中，不停咁磕頭求饒，狼狽不堪，面目全非。以前所有嘅算計同貪婪，最終都化作啦狠狠打喺自己塊臉上面嘅大巴掌。我靜靜企喺原地，冷漠地望住跪地求饒嘅兩個人，心底冇一絲波瀾，冇恨意，亦冇原諒，只剩下無盡嘅釋然同平淡年少時嘅委屈、痛苦、絕望。一早已經喺咁多年嘅風雨磨礪中慢慢消散，那些刻骨銘心嘅傷害，一早已經成為過去，深深烙印喺我嘅生命入面，無法磨滅，亦無法釋懷。我唔會原諒佢哋，亦唔會報復佢哋打後呢半生。我哋只係毫無關係嘅陌生人，各自安好，再無牽扯。世間最可悲、最諷刺嘅親情，大概就係咁樣。佢哋生我，卻從來冇養過我、痛過我，只係將我當做可以交易、可以犧牲嘅工具。
為咗個仔可以毫不猶豫毀掉我嘅一生。佢哋親手將我推入地獄，等我大半生顛沛流離，受盡磨難，卻喺我爬出深淵，重獲新生之後，妄想坐享其成，索取回報，用血緣綁架我嘅人生。妄想等我為佢哋嘅自私同偏心買單。如果唔係義醫心懷善意挺身而出，傾盡所有護我周全，養我成人，我而家或者一早已經葬身深山，一世受盡折磨，暗無天日。係義醫嘅善良同救贖，照亮了我灰暗嘅人生，俾咗我重生嘅機會，等我掙脫命運嘅枷鎖，擺脫原生家庭嘅泥潭，活成了自己想要嘅模樣。人生在世，血緣從來都唔係親情嘅唯一憑證，真心相待，用心呵護，盡心扶持，至係真正嘅親情。生養之恩，從來都唔係單純嘅生育，更是幾十20年嘅養育、陪伴、呵護同擔當。子生不養，子生不教，甚至為了私利去傷害子女，咁樣嘅生育之恩薄弱如紙，廉價又可笑，根本唔配被感恩被回報。行出法院嗰一刻，陽光溫暖明媚灑喺我身上，驅散了我咁多年心底嘅陰霾同寒涼。微風吹過，溫柔又輕盈，我深深咁吐出一口濁氣，徹底學會咗放下以前所有嘅執念同傷痛，往事種種皆為序章。所有嘅苦難都已落幕，所有嘅陰霾都已散盡打後。呢半生，我唔使再被原生家庭捆綁，唔使再被以前嘅傷痛束縛，我只需好好孝敬痛愛我嘅義醫，好好努力工作，認真生活，珍惜呢個得嚟唔易嘅安穩同幸福，向陽而生，溫柔前行，用餘生報答義兒嘅養育之恩，活出屬於自己嘅熱辣滾燙人生。